按到了，是不是？哦，那你把它解除啊，你把它解除看看啊。打开盖子打开，从左边，从左边，哎，打开。哎，以翔银报是啥？以翔银报是若愚，鱼子肉鱼啊，子肉鱼啊，若愚，哦，咱子鱼爱鱼肉鱼。哎，若愚。咱这股或者卸下拼了。
已经开始了啦，一个渐渐地降入这个这个感情影响的心所影响的这些。这是在창조의 과정에 와서 현대 자신을 필요로会会。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抬杠节第二主日，咱伫今子主要所降生的日子，咱有缘欢喜，要伫圣殿来敬拜阿罗吼。
咱来吟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咱吟第1节、第3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予人捌主，予人知罪，魂殿明明之时，甲咱捌主之诚心来学习。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活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第3节，真道活命福音的声，万民欢喜来呼。圣经上读，真道上听，深深永远的主，写做平安文书，永更活命万有。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咱过来看464首，福音正声得大单。咱真实的诗歌，咱吟第1节就好。福音正声得大单。传到情海甲情山，无传地球欢喜消息，白白受死你甲我，上帝将道是行，受出世间万万人，辛苦求主无论之罪，为的永远我稳当。时时当，传到情海甲情山，福音正直直当，福气互你甲我。请咱闭目心来礼拜。
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野过隆重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海洋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462首，主所赐活命的话，462首，主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免记，无人捌出，予人知做，恩典明明之时，教人捌出之，相信我使伊上帝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请咱有缘徛伫，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
阿门。请坐。请咱三个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3篇，伫圣经后面19页的所在。启文第13篇，咱三个来启用。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定。伫教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暗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这面，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以上，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愿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俄罗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主。阮的一生拢伫你的手中，愿一切好处无伫你的以外。主，愿感谢你，通过你的创造，互人类伫这个地球通生存生活，煞接管理你所交托的万物，也通过这万物，互阮来享受生活。主啊，过去的日子，你所赐的丰富，互阮逐人伫生活中间通学落你。总是3年前的疫情到伫现今，人类受到遮尔大的冲击，阮的生活受改变，阮的经济受损害，阮逐人所有的特殊拢反转，主递到你的百姓伫这个地面上发出哀求的声。主啊，感谢你听逐人的祈祷，互疫情渐渐的过去。主，我也感谢你通过这个疫情，互你的百姓搁一摆知影，阮是遮尔至美神的一个。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主也互阮通过这个疫情，逐人搁较谨慎家己的健康。天父上帝，但求你怜悯，求你紧紧将这个疫情消除到无，互阮恢复早前快乐、平安、有特殊的生活。主，愿感谢你。昨日相当好的天气，互宇翔甲若愚伫你的圣殿内面，伫上帝面前甲众人的面前
来誓约，成做夫妻。天父，阮相信你会听伫因的中间，伫这两家的中间，主阮看去昨昏，才会欢喜的场面，才会逐人对心腹底所发出的欢喜快乐。主，阮知影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祝福。主，阮要将这对的新人恭敬交托仰望伫你的面前，互因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互因三听到一世。主，阮相信你的祝福，你的恩典，要伫因的顶面，也伫这两家的顶面。主，阮今早起伫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阮伫遮学乐敬拜，领受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恳求你通过你的话语，通过牧者所予阮的提醒，阮通一世人伫你的面前，诚做你所要使用尽忠的器具，互阮逐人照着主你所逐人的心上所定着的道路，阮努力来跑走，我靠主来跑走，通赢过一切。愿将今早起的敬拜、恭敬仰望，求主伫阮的中间运行，开拓阮的心门。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乐，请圣歌队所要学乐的诗歌是心安然自在。开始哈。心安然自在，请圣歌队。不用戴口罩。
因为主是我的盾牌，我的保护，我的心就安然自在。请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路加福音第1章68节到79节，伫咱周报后面有定录，请听我来读。要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喙应允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佫会记得伊所立神圣的约，就是伊对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伊要救咱脱离对敌的手，互咱无惊吓，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伊。细囝，你要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的先知。因为你会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互伊的子民因为罪得到赦免，通明白上帝的拯救。因为咱的上帝温柔慈悲，伊互清早的日头对天顶照咱，才会踮伫黑暗甲死亡阴暗下面的人，引带咱的脚步入和平的路。以上愿上帝通过伊的话说伫听其佮照安尼行的人，讲道要请义结牧师，伊的题目是陪伴主的道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我要大声吟诗感谢咱的主，因为我知咱的主是听咱的上帝。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呼召恁的正经儿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这是何等荣耀的一项大事。愿你信心的大气力，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互阮解固换新的心，有迄个毋茫的路来跑走。阮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牧师的题目是陪伴主的道路。道路，这路对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讲，可能互车，还是互人行的所在，叫做道。无管是咱伫城市，咱伫台北市内底大路，还是巷仔的路，还是伫乡村，甚至咱有船行的迄水路，人生嘛有真多的路，考试的路车头路的路，还是张玉祥甲骆玉因婚姻这条路，阁有歹路毋通行，有真多款的路，所以路互咱较快的意思就是，咱要有一个目标，咱这个过程的中间，咱有真多发生变化的情形。大家拢知影，牧师住伫金门，金门有分做大金门甲小金门两个小岛，大较细就代表资源逐项拢差真多。牧师要转去的路真遥远，爱对坐车到台北，飞机场松山机场遐坐飞机到大金门，然后大金门我紧赶时间坐车去码头搭船，佫会迄小岛。咱知影，咱有行李嘛哇，大日赶、细日赶，还佫赶船，船也无赶着还佫耽误真侪时间。到小金门了后，还佫坐车，才有法度到我的厝的。会使讲要转去厝的咱讲交通就啥，飞机也有，船也有，车也有。咱讲海陆空这三个交通工具拢用着。
大家拢知影顶个月金门大桥通啊，就是大金门甲小金门这两个岛的一个桥通啦。这个桥起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啦，起10年的时间。这桥这条路对牧师的意义无同款，上大的意义就是回去厝的变方便啊，回家的路变方便啊。但是这条路对住伫遐金门遐的人，每一个人的意义拢无同款。有的人是我要看病的时阵，我会使对小金门经过迄条路，到大金门看病。伫金门迄所在读高中的高中的时阵，就一定拢伫大金门。意思讲，你小金门要读高中的人爱住校，爱住校。现在有即个桥的时阵，就毋免住学校啊，真方便，真方便，逐工拢会来住厝的。人讲路开呐，人就来，所以有真侪人因为即条路交通方便，有开始要趁足的钱。今仔日是大港第2主日，咱点2支蜡烛，代表咱的陪伴甲信心。大港的时间中有3种的意义：过去、现在、甲未来。过去咱是纪念主耶稣第1摆的降临，未来咱要迎接主耶稣搁一遍会来。为着要迎接主耶稣搁来，咱现在咱就要有信心来陪伴。这就是今仔日牧师第8讲的，今日咱来开始陪伴主的道路。感谢咱有准备什么款的路，要来迎接咱的主耶稣搁来呢？感谢咱基督徒像世间人同款，咱追求遐个看了弯曲无边的路，咱讲可能是荣华富贵。咱感觉是，抑阁是行家己爱行的路，看家己爱看的风景呢？还是咱愿意为主，咱不断修建咱的性命的路，是行伫互主掌权迄条路的顶面。伫路加福音第1章开始，咱就看到有真侪人来出现。咱讲有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约翰阁有天使嘛出现。玛利亚甲伊的先生约瑟，上重要阁有耶稣。路加福音书第1章67节描写，行说咧约翰的老爸，互信心来充满，来讲话。圣经讲，约翰因的老爸甲老母是一对年纪真大的夫妻，因伫上帝面前是伊的人，但是真可惜，因年纪大，阁无囡仔。这伫迄当时是感觉真见笑的代志。咱莫讲迄当时，伫即当时嘛是互人加减会讲话今日问你为什么？所以牧师爱先讲虽然昨昏文和长老讲叫因爱生2个但是咱毋通看到落雨就问讲你当时呢毋通今仔问，毋通今仔问咱好真自然的真自然。但是今仔日上帝赏赐因一个囡仔，这人来看是无可能的，年纪已经老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代志来发生。上帝插手伫因的中间，上帝插手，互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重新经历一条搁新因较早毋捌经历的一条路。上帝真正是大有快乐的上帝。约翰这个名是有真大的意义。约翰这个名是上帝是怜悯恩典人的上帝。这嘛是上帝对约翰一世人的计划，就是约翰，你一世人就爱行这条路，你爱宣扬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嘛。像牧师讲，上帝怜悯人教，互异常甲乐意，因想袂到方式，两个来相拄，两个来结婚。约翰的出世是上帝互因这个家庭的恩典甲怜悯，
咱首先来看，年老的夫妻，还有一个囡仔，迄是上帝予因的恩典。过来，咱知影，先天使查撒加利亚报好消息，讲你有一个囡仔的时阵，伊无要相信，伊无相信啥？大概有看圣经拢知影，天使互咱下到，当伊毋相信，迄天伊就下到。但是当约翰出世的时阵，下到伊的声音就出起来，伊就有声音吗？上帝将伊的下到摕掉，这嘛是上帝恩典甲怜悯。最后约翰出世有上大的意义，就是讲有一群人要因为约翰讲的好消息来悔改认罪，归向上帝，这嘛是有真大的恩典。上帝是公义审判万国的上帝，就是上帝亲自竞选的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当因未记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保守上帝约的诫命的时阵，因拜偶像，以其他的物件来取代上帝的时阵，坚持行家己爱行迄条路的时阵，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管教就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上帝予因受掠，予因这个国家佫经历一个黑暗的日子，好亲像转去古早的埃及做奴隶无自由迄条路。咱讲咱爱看历史，帮助咱来检讨咱家己。如今咱的信仰，你的信仰，咱的信仰到底行伫倒一条路？咱来回想咱正做基督徒迄天开始。教会信仰对咱有甚物意义？是一个真好耍，主日学真好耍，还是真安全的所在？咱是毋是真习惯有一寡节期、圣诞节，还是团结的活动？安尼的活动会感觉，互咱感觉日复一日的宗教的行为吗？咱伫无小心的中间，咱讲喙，咱爱上帝，讲咱是基督徒，但是咱渐渐咱亲像以色列这个民族同款，咱用真多的物件来取代咱的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地位，咱来满足咱家己，但是咱因啥拢毋知影，这是非常的危险。信仰有时对咱来讲是一条无法跨越的红色警线、警戒线。咱已经袂记得，咱是新创造的人，咱受上帝拣选，咱真做新创造的人。但是咱同款是秘伫迄安全的范围的内面，咱信的，咱做咱想要做的，行咱家己爱行的迄条路。真多的出发点，拢以自我做中心。要踏过这条线，要改变，感觉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这世界的世俗价值观对咱的影响真大。我伫社区参海阿嬷、阿公分享的时阵，讲即摆。婚姻要生囡啊，因就讲，用毋通生囡啊。我为什么？你知影嘛？无生一个囡仔的时阵还佫坐月子，即摆月子中心一边一个月30万。我讲无去坐月子中心，敢袂使？用无输袂使。即摆大家拢爱比较，爱看民主。所以真侪人拢毋敢结婚，结婚嘛袂歹，结婚过嘛毋敢生。这世界的价值观对咱的影响真大。人个囡仔补习，咱无补习嘛袂使；人个囡仔考到遮悬的学校，咱的囡仔嘛是一定爱参与拼就对的。为什么咱会受世俗的价值观对咱影响遮大？但是咱却无谨慎，咱无够谨慎。
咱基督徒，咱呼的信心对咱的提醒，咱有听，咱当作无听，我们视而不见。上帝是公义审判上帝，无毋对，但是咱也知影，若那约翰会出世，宣告上帝嘛是怜悯人的上帝啊！信心透过原本无相信天使报好消息的撒迦利亚，当约翰因囝出世了，上帝恩典临到这个家庭，临到这个民族，临到这个世界的时阵，撒迦利亚伊就得到头棒。伊本身下教，伊就得到头棒。伊的头棒代表哪？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久长也要头棒啊！伊的头棒嘛代表咱是毋是伊是啊？互真侪物件才能缀调调？咱互真侪世俗的价值观，爱民主，有真侪才能拔掉，才能拔掉。撒迦利亚正人宣告一个好消息，就记载入去咱今仔日的经文68节到75节，这是今仔日的第一部分。上帝拯救的消息，透过撒迦利亚，伊本日下教，会讲话了后，伊就大声来，伫头旁来侮辱上帝。伊的宣告是互含入黑暗呈现的以色列民族所毋望的。这毋望的拯救，互因知影上帝是永远守伊的约定，伊上帝是有主爱的上帝。上帝袂记伊甲伊的祖先阿伯拉罕所立的约定，上帝会永远甲因伫的。咱的上帝毋是远远的上帝，咱的上帝是甲咱伫的上帝。上帝毋捌离开咱，是咱离开咱的上帝。当上帝听到咱的哀求的时阵，哀求的声音的时阵，上帝就出手，对敌敌的中间，才能救出来，互咱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伊，并且咱看这会宣告，上帝要兴起一个全能的拯救者，是上帝对古早就对台北的家庭所立的约定，也较计划。就是以色列人这民族的救主，这个救主嘛是遐个忠心的人，因会久久祈祷，因毋忘这个救主，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已经来啊！这个好消息毋是今仔要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开一条救恩的路，嘛是要对咱开一条救恩的路。因这咱拢知影，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咱的主，上帝毋是今仔记录伊甲咱的约定，上帝主动啊！咱甲人约定是爱有主动的行为。上帝采受救恩的行动，就是要向世间人显明伊救赎的疼，解决咱人陷入罪恶的问题。有时咱无法度经历迄个救恩，是咱无求上帝，咱家己无准备，咱成做圣洁公义的人。2000多年前，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耶稣赏赐予咱，道成肉体来到咱的这个世间。耶稣要救赎咱脱离罪的痛苦，耶稣伊嘛要来改变咱的性命。耶稣亲像一只羊羔，互人钉伫十字架顶。伊留的宝血来承担咱每一个人的罪过，这是咱世间人的好消息。这个消息就是安尼讲，就是咱无管咱人罪恶有偌重，咱罪恶有偌重，只要你愿意承认救主耶稣，伊拢愿意来承担咱的罪过。这是上帝救赎的恩典，我们人都可以重新开始。咱人拢有法度重新开始，接着相信耶稣是咱的主，咱成做耶稣的囝儿。咱有新的身份，咱成做新创造的人。这开始咱伫世间，咱每一天爱追求、爱追求迄条永生毋忘的路啊，毋是爱其他的路。
今日第二部分的经文是第760到第79节，是约翰对耶稣的回应甲行动。撒迦利亚70节伊安尼讲：细囝就是约翰，你互人称呼做至高上帝的先知，因为你要做主的先锋来准备伊要行的路。约翰要做主的开路的先锋的部队，就是要宣扬上帝真光已经来啊！这个好消息。但是咱知影，要经历真光救恩的这条路，人需要先悔改。人只有悔改，才有法度得到赦免。这主要是要启造咱有属灵的性命。悔改。牧师有讲几啊遍啊，悔改好亲像一个挖头的动作。悔改那挖头的动作，一定要离开原来的所在，离开原来你迄个感觉安全的所在。悔改呐，爱放下你原来有的，你一寡世俗的物件，你爱放下。悔改，就拿你手本只起条条，你爱放开，你爱放开，你爱放开，还唔甘，你爱从还怨恨爱放掉。挖头，连来行远，对错误的中间行远上帝，安尼归途的动作，好亲像咱因为罪陷入黑暗甲死亡的内面。本来是安尼性命，但是咱愿意悔改、挖头、行远上帝这条路的时阵，咱会经历互真光上帝光在咱照，咱会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啊！咱会成做有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79节安尼讲，引带咱的脚行入和平的路。行入和平的路，毋是仅仔指咱世间的日子，搁较是指咱未来咱有永生迄个毋茫的路啊！这就亲像天使伫路加福音书第1章16节到17节安尼讲的。对天使对撒迦利亚讲，约翰一生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伊会互真侪的子孙归向主，伊个上帝。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溃烂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互背离的人转向来对伊的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便便，通迎接咱的主啊！各位兄弟，咱拢是受主拣选，成做基督徒的一群人。上帝的神充满伫咱的身上，咱拢是现代的行说的约翰。咱同款身躯有充满以利亚的精神甲伊的溃烂，互咱来做主的先锋。咱每一个人有迄个溃烂来陪伴主的道路，这是非常荣耀的使命啊，甲身份。这嘛是咱教会存在的意义，宣扬主耶稣的降生，上帝救赎啦，的真光已经来啊！让他亲像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讲，插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但是耶稣来这个世间。伊是要互咱得到活命，得到较真丰盛。但是，就咱牧师讲到一开始讲的，圣诞节咱每一年咧过，但是咱今仔日来问咱家己，搁问一遍，咱检采有陪伴好咱真侪合主心意的人来迎接咱的主耶稣？咱敢有愿意为了咱的主？咱会不断的修剪咱属灵的生命，互咱真正行入基督掌权迄条路的顶面。
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信仰的顶面，咱不断每一天来操练，咱来悔改，咱来活头，咱行向主，互咱每一天经历有真光同在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愿你帮助阮。阮需要拄起阮的罪恶，但是阮要讲，主啊，阮的气力不够。愿主你加添阮的气力，互阮诚侪圣洁、公义的器皿，通一世人来服侍主，陪伴道路，毋望主你会过来。阮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请咱过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64首，圣诗464首，福音正声得大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福音正声地大坛，传到江海甲江山，无叹地球欢喜消息，白白小事你甲我，上帝将道是行，收拾世间万万人，辛苦求主。也万万稳当，好音正时代，传到江海甲江山，好音正一直当，无气好你甲我，好音正声。是主恩下，我的看见主恩恩，我是我命的病，就是心身的欠亏，最发一滴亲像主红，我为世到白那世，好音时代，传到江海甲江山，好音正一直当，无气好你甲我，好音正逍遥地当，应该今生世日听，若无反悔要阮当拄着大惊惊，多走无全生命，无伫晓得一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好音正时代，传到江海甲江山，好音正一直当，无气好你甲我，阿门。请坐，奉献，请属下的同工来说法。
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请坐。下面公道的时间，请咱看内页。请咱特别为着具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伫遮敬请省略陈经主、刘慧英、陈王兰、林湘耀、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吴玉梅，还佫有林淑婉、陈美芝、陈秀荣、杜娇、林林诺小朋友郭道朴、蒋如、黄蒋如、陈依丽、张兆明、甲陈怡君，咱特别为着因来祈祷，还佫有伫福建中间的陈昭民、王世军、刘惠忠，为着入伍的蔡英浩特别咱毋甘的就是林林杰来离开咱，咱特别为着遗族，甲咱伫备办的遮个别式的事、安葬的事来祈祷。第二项为着各部各团契圣诞节期逐项活动的备办练习，以及福音亲友的邀请，为着遮来祈祷。第三，咱为着教学业选举的当选的人，维有罗卜的心志，是人民的罗卜尽心尽意为民效力。特别为着中国各所在伫掀起的迄个白纸的革命。大海的情势，这白纸革命，咱实在是真心内毋望中国会当亲像台湾会当反转，有民主，也有自由，所以咱特别为着这个来祈祷。请咱同心开声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主。相信这个地上会恢复一切平静，充满和平，充满快乐。主，求你多谢。天父上帝，当阮众人伫遮开声祈祷的时，求你阿罗听。为着身体欠安、心情软弱的兄弟恳求，求主你，无论是医治，无论是安慰，拢诚做正人的帮衬。互阮无，互遮的身躯所带来，阮的心神所带来，会遮扰乱，
治疗阮信心软弱，治疗阮丢途毋敢向前。圣诞节要到的这期，也是年尾要结束的时阵，阮各部各团契拢伫备办，无论是这期，无论是新的年度，主，阮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赏赐阮智慧、信心、气力，求主教阮三较伫底，互阮展望头前的道路。主啊，经过这个选举，侪拆离族群的事伫遮发生，天父求你怜悯，互阮无搁做遐个为着啥事乱宣发的国民。阮只有认捌你，阮只有通过你会立你，甲你的掌权，互阮台湾这个国家通真做和平、仁爱、公义的国度，也盼望这款仁爱和平的国度，通伫中国的所在来完成。主，阮相信，只有你的仁爱，只有你的公义，只有你的和平，通带予全世界有平安、有快乐。天父，求你听阮的祈祷。主啊，但阮毋甘零零这离开阮，恳求你安慰的神，伫孝子的家族，帮助因会当伫这伤心的中间，还阁起调伫主，无离开主，也互因煞接所有办的这个事，拢通顺利完成。阮感谢你，这条阮三甲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大无尽，阿们。报告，请咱来看教会的消息。头一项，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是由琴瑟团契、妇女团契会长来点第二支的蜡烛，代表的就是陪伴甲信心，就用生命来见证主的恩典。为主来陪伴道路。第二项，12月25圣诞节的系列的活动，咱有几两项。第一，迄日主日的早起9点半，咱是赞美礼拜，咱合堂，请参加儿童的兄弟注意吼。迄天咱是合堂的礼拜，特别来要举行圣礼典，还佫有团契会长干部的上任。大家陪伴心。第二项，下晡2点半有圣诞节的舞会，舞会啦，吼，毋是舞会吼，舞会，无好讲吼，由各团契甲社区联合来欢庆咱的圣诞，请咱尽力来邀请福音的朋友，咱的厝边来参加。第三项，暗时的5点半，圣诞的暗宴，咱感冒菜吼，咱今年选择伫马来西亚餐厅，地址是台北市大同区中安西路287-12号，咱捌去过吼，大家应该会知影这个所在。对即时开始就请欢迎兄弟姊妹来提供全新的冒菜品，请注意全新，你莫摕到较旧的物件，也是有当时咱常常会将迄个各大公司的即个换的即个所送的即个礼品摕来吼，尽量
尽量咱用全新的礼品来参加，也是用礼金拢会使。啊，互尽早来提供，互东港通来包装甲编号，也是来代购吼。啊，圣诞节的晚宴，请欢迎咱的亲友啦吼，三个来参加。用登记报名吼。礼拜部无迄个关怀部，你会较注意吼。咱今年有定是，我30度啊，40度吼。30度尔吼，30度尔吼，注意吼，30度，所以是300名。所以名额若到满，咱就停止啊吼。所以请咱注意这项。这个每个人的费用就是有占位的300块。还未读小学的哦，还未读小学吼，是一个150块。安尼咱注意，知影吼。后来。第3大点就是咱2023年第一季的国团计活动安排甲服侍排班，请咱新任也是连任的会长，伫12月18以前来交干事吼。第4，教会有要甲咱台定的圣诞歌吼，若是你要送亲友厝边你通过教会甲你台定圣诞歌，一盒是18块。内容吼，咱伫下骹通看到吼，也是对因干事遐来了解吼，有各种的口味啦吼。若要爱的人，的确就伫柜台遐登记吼，爱较早登记，无时间会袂赴吼。来，第5项，教会有备办2023年的真水的这个月历吼，原则上是1户1份，请咱到柜台来领登记领取。第6，2023年主日爱餐的认献，一个单位是3000块。认献的迄个金额，再请咱直接交互干事来入晓吼。具体消息就是咱拄则公道中间所讲起吼。零这伫11月28日吼，无意中间安尼，就离开咱。享年81岁，愿主安慰为足。要伫个12月26，就是圣诞节25过了的8日的早起时吼，8日早起时10点，要伫二滨的至善一厅吼举行告别式，了后就要安葬伫金宝山的墓园，迄是因家族然后家族的墓园拢伫迄个所在。为着方便，加上安排，请咱要参加告别式，也是要参加迄个葬式。到伫金宝山参加葬式的吼，请咱到1楼的所在登记。团契消息，12月初9拜5早起时10点，上年团契圣诞节诗歌的练习。下面奉献的金额拢登录伫遮，然后出入，请咱过去来竞争。请来吟上。对。今日昨昏的新人就是余祥甲瑞怡吼，伫楼顶的所在吼，特别要来甲咱大家问候吼。然后倒转来参加余祥的婚礼大伯，对无？吼大伯吼，文和的大兄文德兄吼，到慧玲姐夫妇，今日伫咱的中间，咱欢迎因来请。真欢迎吼，久久无伫咱中间。好，不过以上，咱来吟上言514首，吟诗煞，请二个牧师祝祷。514首，请咱起立来吟。大悲刷会救主属后。我们心中上快乐，带给年轻爱护着，欢喜滚地主卡波，地主卡波，地主卡波，坚给狂野主传咯，眼光冠冕。
为主生命，专愿心志免惊吓。真理坦博，阿背修成，是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工程。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灵阮那家己。阮的心情求主帮助，若苦若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孤单充满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用性命敬虔主的恩典，为主陪伴道路，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会长，请坐。绿岛散会，咱今日聚会到这。